喺好耐以前，廣州咧就分成咗西關同埋東山兩個地方喎，所以俗語都有話東山少爺西關小姐，就係形容呢兩個地方嘅人門當戶對咁解。咁有一日，西關小姐咁啱經過東山少爺住嗰棟東山洋房喎。爸爸，東山洋樓係咩樣㗎？想像一下，喺未來2012年，住喺第106層嘅你，行去窗邊，眺望出去，發現成個廣州都係摩天大樓。呢個時候，你嘅子女問起你嘅爸爸、爺爺、你嘅祖先，包括你細個嗰時住緊嘅地方係咩樣㗎？呢個時候你發現你答唔到佢，你會唔會發覺你少咗啲嘢？比較幸運嘅係，我哋而家仲可以見到東山洋樓。咁可能有啲唔係好熟悉廣州嘅朋友仔，就好似僆模咁問：東山洋樓咩嚟嘅？咁睇嚟，我哋都仲係好有必要介紹一下。Lesson 1：東山洋樓。東山洋樓顧名思義就喺東山嘅洋樓，有啲廢話，不過就千真萬確。咁點解東山冇高樓冇茶樓而係有洋樓呢？咁就有段古仔要講啦。話說大概喺成100年前，廣州有好多人漂洋過海去咗 America 淘金，雖然佢哋好多都係俾人賣豬仔，但係有啲人都發咗達。咁佢哋好多人衣錦還鄉之後咧，決定落地生根啊，唔再翻 America。咁佢哋都要住嘅，咁住咩咧？咁佢哋諗到喺 America 嗰時住慣咗啲洋房別墅，咁啊不如喺廣州都起翻幾棟咁樣啦。一方面咧就自己住得慣咧，另一方面咧又可以喺鄉鎮附近晒命。所以佢哋當中有班人特別有錢嘅人咧，就向廣州市政府買一塊荒地嚟起樓。如果係荒地就係今日嘅東山區啦。既係洋樓咁，同我哋呢邊嘅建築當然就唔係好一樣啦。咁喺中國起嗰個空間，你用翻中國嘅工匠，而班工匠咧，佢哋喺起呢啲洋樓嗰時，用咗自己本土嘅建築特色，所以東山洋樓就變咗依家咁嘅雜交衰落，唔係應該係雜交建築先係。而當時住喺啲洋樓入邊咧，唔係歸國金豬仔咧，就係國民黨嘅大粒佬，所以當時好多嘅名人都會同呢啲洋樓發生一段美麗嘅邂逅。例如毛澤東啦、陳獨秀啦、李大釗啦、廖仲愷啦、魯迅啦、陳世堂啦、瞿秋白啦、華重希啦、孫中山啦、孫科啦、蔡英啦、蔡和森啦、羅章龍啦等等嘅。咁東山洋樓究竟係有咩特色咧？恐怕你走遍全國都揾唔到咁樣嘅中西合璧嘅建築。羅馬石柱上面頂住一扇滿洲窗，紅牆外面係包落黑色嘅雕花紋。咁有歷史價值嘅東山洋樓應該唔剩翻幾間，係得翻500間，唔夠喎。喺我講緊呢段古仔嘅時候，話有少幾間。咁究竟發生咗咩事？去唔去先啊？唔該。市政府早喺06年已經將呢一度列為歷史文化保護區，不過07年有發展商得到規劃部門嘅批准，清拆呢兩棟東山洋樓，興建馬路連接旁邊嘅私人住宅發展項目。業主曾經就清拆嘅問題向法院提出訴訟，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喺月初裁定業主敗訴，發展商有權清拆。不過事件就引起咗10幾個建築同埋文化保育嘅學者關注，並且聯署要求政府重新考慮保留東山洋樓。有冇去 B 組㗎？呢度嚟，唉，你有運啊！一早都係咁，上次都係夠帶2台。呢台細。冇錯，我俾咗2台嗰個。第一個方向行去7中培正嗰邊，就係話而家拆屋嗰度啫嘛。好啦，你行啦。同埋今日都係有報道。係咯。喺度朝鮮留嚟個東西幾爛都好似我屋企嘅家鄉嘅屋，我都仲係爛咗仲係修理嘅。我嘅出生地嘛。
我居住嘅地方嘅人係總係有咁嘅感情對個故土。即係你覺得錢係離間唔到呢樣嘢？你離間保唔到呢件嘢㗎，所以我要保持翻我古代留落嚟嘅嘢俾佢，所以我唔願意俾佢拆遷，因為佢呢個價錢嘅多少都有個規定，係有政府規定。而相反嘅發展商就冇呢種規定，仲低過政府嘅價錢。我準備下星期我寫封信俾朱小丹同埋俾個張廣嚟，把媒體報導嗰啲我送俾佢。廣州市政府責令規劃部門不能動東山小洋樓，已拆的要重建並保留原貌。一場歷經2年、擾攘數月的東山洋樓開拆風波暫時得到平息。規劃局同埋市政府嘅對呢件事嘅處理嚟講呢，就非常滿意。究竟喺呢件事入邊，邊個啱，邊個唔着？邊個係有着數，邊個又蝕咗底？呢頭你話拆就拆咁樣，話知佢點都好。嗰頭咧，你話嘅好啦，我收翻佢啦，咁樣樣我再俾幾錢出嚟啦，咁樣樣。咁始終呢個都唔係件好事咯。呢件事睇嚟冇咁簡單，我覺得要再做進一步嘅深入探討下究竟是誰動了我的老建築。印象最深刻就係1年級嗰陣時，跟住就話拆遷。咁嗰陣時唔知咩事啊，就印象好深刻，好深刻就係一日放學，我阿爺帶我搭車，跟住去沙面。跟住我話：咦，阿爺做咩去沙面嘅？跟住佢話：我哋屋企拆咗啦。去你二姑媽度住住先。咁嗰陣時就第一個反應就係、拆遷啦。跟後尾細個到依家搬咗7次屋。咁我自己身邊就真係親歷過咁樣嘅事情，就係話一班小朋友由細玩到大，喺一條老街，喺一個老嘅建築入邊。咁而家大家因為大個咗，隨住好多變化，生活中好多變化，已經各散東西。咁但係我哋生活中永遠有一樣嘢唔會忘記嘅，就係話我哋細個一齊捐過嘅街巷，一齊上過嘅樓梯，一齊可能做過嘅惡作劇咁。呢啲其實好多嘅呢啲回憶都即係立足喺就係話一啲老建築、一啲老嘅物品，或者一啲老嘅街道，即係呢啲就係構成我哋一啲記憶，因為我哋係覺得呢啲嘢係陪伴住我哋成長嘅，即係一種即係話一種成長嘅印記咁上下嘅。